大家平安，愿上主的恩典就与我们所有人同行同在。这个礼拜是我们教会就是总会所定的大众传播纪念主日。那这是为大众传播中心奉献的一个主日。那我同时也受这个中心所托，今天在这里邀请大家为这个中心来祷告、关心跟奉献。大众传播中心是什么样的一个机构呢？它其实源自于过去长老教会曾经成立过的一个电视台。这个中心其实就为这个电视台而成立。那这个电视台叫做新眼光电视台。那在过去曾经用传统电视台的模式在经营，并且呈现，但是它在经营上其实就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困境，所以事实上那时候真的花了相当大的钱，所以到现在为止，事实上大众传播的中心，这个中心还积欠在账面上还积欠1亿多。那不过这个事工，当然我们今天我也受总会之所托担任这个中心的董事啊。我们都笑说，我们每个董事去当董事每个人都要背1000多万啊，因为我们才10几个董事哈。但是我们也笑称说，感谢上帝说让那个时候遇到这些困境，就早早收了传统电视台的这个途径。那因为到现在为止，传统电视台其实面临了相当大的困境，因为到了现代，其实这个传播的方式，过去是希望透过传播这个媒介来传福音。简单的说，这个中心成立的目的就是这样。但重要的是，这个传播的到了现代，传统电视台的路似乎走到快尽头了。所以许多传统电视台其实现在是在大亏钱。那因此需要换一个形式，在新的世代当中来传播福音。我们所期待的其实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因此我要邀请大家为了这个传播中心来奉献，愿上主的恩典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赏赐，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一起聚集，求主就帮助我们一起听见在早上你要对我们所说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农历的3月其实更正进入了台湾风马祖的季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农历的3月其实是传统上知道那是马祖的生日，马祖这个神的生日啊，简单的说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会看到非常多，特别最近的台湾新闻，大概只有台湾新闻有而已啊。台湾新闻就会每天你时不时你就会看到，那个绕境了哈。那2026年苗栗的白沙屯拱天宫的马祖徒步进香活动报名人数高达46万人，而这个人数其实是比去年，你知道去年多少人吗？去年33万人而已哦。所以今年其实暴增了13万人报名，他要8天7夜徒步跟着那个马祖走。而如果从过去这个礼拜，事实上还没走完啦，他是走到明天。这个白沙屯马祖是走到明天，但是台中的正南宫那一尊马祖开始走了，所以那一尊开始走，就是他们其实有重叠了重叠日期，所以那一尊开始走大概也要走8天但是不管怎么样，事实上白沙屯马祖的这个徒步进香这个活动，其实到今年为止已经约略有200年，在台湾这块土地上200年，而他们8天来回走将近400公里，徒步8天，
所以我们可以换算一天他至少要走多少公里，一天平均都要走超过50公里以上。台湾的汉民族汉人信仰妈祖，因为妈祖是海神，传统上他是海神，而最初那一批从大陆移民来到台湾的那一批汉人，让他们平安度过险恶的黑水沟，当初叫做黑水沟，现在叫做台湾海峡，因为台湾海峡的海象非常的险恶。那有当海军的人，可能今天的舰艇以及科技会再不一样一点，我们可以提早稍稍可以知道，但事实上是台湾海峡是非常险恶的海象，特别在季节变换的时候，而这也是妈祖信仰在台湾民间盛行的原因。然而，妈祖信仰在台湾盛行的原因，其实还有一个隐藏性的原因，因为当初郑成功将荷兰人赶走之后，他一上岸到了安平，他就把荷兰人所建的基督教堂改成妈祖庙。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基督教堂只有现在才有，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了。而郑成功一上岸看到那个庙，那个教堂就把它改成妈祖庙。而清朝的施琅平定了民政之后，他到了府城，当时候的府城就将府城的宁靖王府改为妈祖庙，就是今天如果我们去到台南观光会看到的大天后宫，那原先是个王宫，就是王住的地方啦。简单的说是这样。因此，在台湾妈祖信仰其实有一个底层传统，这是统治者的信仰，具有政治的意涵。所以换言之，台湾许多政治人物选上之后，他会到妈祖庙里面担任主祭，其实是这个主要的因素。被邀请哦，他们会被邀请到妈祖庙。其实，所以从一开始，这个妈祖信仰其实某一个部分其实就跟政治连上线了。而对基督徒来讲，当我们见到妈祖信仰在台湾民间这个惊人的能量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指责说：“哦，这群人好迷信啊，他们信仰的是假神。”对，没有错，虽然是如此，我们应该看见的是，现今台湾人民的内心，他们多么渴望平安的托付跟救赎。我们应该看见的是这个，就好像40年前郑国忠牧师曾经在他的毕业论文里面这样写，他说：“台湾的宗教形成非常复杂的混合性宗教，以祈安求福为出发点，只求个人利益为目的。妈祖信仰未曾领导台湾人民共同建立一个自由、平等、自主的理想社会，反而因政治的利益，使得妈祖逐渐成为政治上运用的工具，失去了原有的纯真信仰。”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同时帮助我们好好来想想看，我们所信的上帝是谁？他要与我们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上主的百姓所建立的家园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我们渴求的救赎又该是什么？事实上，今天的经文其实会给我们一个比较深刻的答案。当摩西奉上主的差遣去面对法老，却直接被打脸，让以色列人更痛苦。至今，摩西所努力的一切好像都被否定。那该怎么办呢？出埃及记第5章22节到23节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起读来。于是摩西回到上主面前说：“
主啊，你为什么这样虐待你的子民？为什么差我来这地方？自从我到国王面前为你讲话，他更加残酷地对付你的子民，你却一点都不救助他们。神学家其实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摩西的最佳表现是，当他失败的时候，还能回到上主的面前。相信在座的各位，没有人喜欢失败，而面对失败更非容易之事。但要紧的是，我们要记得回到那个出发的地方。摩西是从哪里出发？其实他就从上帝面前出发。如果你是个奉呼召的人，听呼召的人，你是回到上帝的面前。这种回到上主的面前的心态，必须要有一个不怕失败的心智，伴随着我渴求改变。改变的是我跟我所面对的这个世界的期望。因此我们也读出摩西的心态慢慢的变成成熟了。因为当他第一次失败的时候，他是跑得远远的，还记得吗？他第一次失败的时候，他是跑得远远的，跟我无关了，我失败了我就失败，反正我不再看他。这次他仍然是跑，却跑回了上主的面前。出埃及记第6章第1节是这样说，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起来读。来，上主对摩西说：“你就要看见我怎样对付埃及王了。我要逼他放我的子民走，我要逼得他不得不把他们赶出国境。”原文直接的翻译应该是：现在你就要看见我将要向法老所做的。所以有神学家是这样认为，这段话就是出埃及记的枢纽，他宣告现在就会改变，你将会看见法老不但会容以色列人出去，甚至主动设法打发他们离开，逼他们出去。从18世纪末开始，有一个学问在神学界里面产生，叫做经文鉴别学，或称为经文校勘学。圣经经文为什么需要鉴别呢？因为事实上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所有的书都是人工所抄写，所以不可避免的就会产生人的疏漏、重复、抄错，或者是修饰字句的差异。所以这门学问是透过研究古代的手抄本，检验不同的版本、抄本，评估并且恢复最接近原稿阅读的研究。19世纪威尔豪森他融合了历代鉴别学的研究旧约的成果，提出了底本理论。事实上，这个底本理论影响到今天我们在读圣经。近代学者讨论修正之后，认为可以分成祭司文献跟祭司前、祭司后。就换句话说，就是用祭司文献作为最主要的那个蓝图来呈现。而祭司文学是4种文学来源最晚出现，约在公元前6世纪完成，然而对摩西五经的影响最大。我们接下去读的出埃及记的第6章第2节开始到第7章的第13节，其实就是出自祭司文献里面，同时是祭司文献在出埃及记里面很重要3段记述之一。出埃及记第6章的第2节是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起读来。上帝指示摩西说：“我是上主。”神学家指出，这是当代君王出场，他只要出场就这样的惯用。
当法老拒绝摩西所提的要求，他更挑衅的说：“上主是谁？”其实法老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大概几乎所有神学家都说，他不是在问他是谁，而是说上主是谁，怎么配来指挥我？听懂意思吗？他底层的那句话是这个意思：上主是谁？所以换句话说，法老的话显示他决定对这位上主来宣战。神学家是这样说：“我是上主。”这句话承载了所有的重量。上主要向他的子民宣布的每件事，皆是这条最基本声明的扩展与延伸。如果我们回到上帝给出他名字，第一次给出他名字的场景，出埃及记第3章的第12节那里，上帝在旷野当中对着摩西这样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那我是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上主第一次向摩西揭示他的名字。其实这个名字很特别，就好像我曾经在诠释那一段的时候，我这样说，那一句话“雅卫”这个字到底是名字吗？还是一个回答？因为原文的意思叫做“我是就是我是”，但是因为它有时序，因为原文里面其实它有未完成式，了解我意思啊？那个未完成式跟未来式，所以我们把它翻译成“我是自有拥有”。我是自有拥有，但是原文应该解读上是叫做“我是就是我是”，我是现在，未来也是我是。所以换句话说，他揭示的正是我是的这一个回答。上主第一次向摩西揭示他的名字，没有道尽这个名字真正的意涵，因为这位自称我是的上主之名，或者就是要引我们好奇的问他说：“那你是谁？”你既然说我是，对不对？那或许就是要引我们好奇的问他：“你是谁？”当人愿意跟他对话，认识他，更深的认识他，最后承认说：“你是我的主”，那便是他与我们建立关系的动态关系的时候。同样的，倘若我们否定他，甚至轻蔑的说：“啊，你上主，那个上主，你所说的上主是谁？”那就摆出了要跟他宣战的姿态。那么这位宣告我是的上主，也自然会让人认识他是谁。因此上主就接着这样说，出埃及记第6章第3节，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起读来。是全能的上帝，我曾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但是我从来没有把我神圣的名字启示给他们。对，上帝没有对他们说雅卫这个名字，而全能的上帝是圣经里面上主给人的他的第一个名字。因为 El Shaddai 可以翻译成全能的上帝，全能的上帝这个翻译的方式是受74译本的影响。事实上，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解释叫做三神。然而，真正的意涵其实到现在还不是太清楚。不过，在创世纪里面，这是在还没有后裔却已年老的亚伯拉罕与上主立约的时候出现的名字。同时，这也是雅各派他的孩子要进入一个前途未卜、前途茫茫的埃及之前，雅各为他们祷告，把他们交在全能上帝手中的时候。
出现。因此，换句话说，在圣经里面，全能上帝的出现，就意味着，当他的子民在最无助、最不知所措的时候，在彰显这位全能的上帝能力的时候。出埃及记第6章第4节到第5节是这样说的，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起来读。来，我曾经与他们立约，应许把他们寄居过的迦南赐给他们。现在我听见了以色列人因埃及人奴役他们而发出哀求的呻吟，我记起了我的约。第4节的原文应该翻译成，就是他们寄居其中的寄居之地是给他们。所以在原文里面2次提到寄居，显然是要提醒上帝的百姓，不要忘记你们只是寄居的人。你们若拥有土地或拥有产业，千万要记得这是上帝的恩典，才能得享居住其中的快乐。然而，若他曾应许，他就会记得。人会忘了，但是他会记得。出埃及记第6章的第6节，接下去是这样说，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起来读。来，我是上主，我要搭救你们，从埃及人的奴役下释放你们。我要伸出大能的手，大大地惩罚埃及人，我要拯救你们。现在我们在埃及文献里面，其实还经常读到那个赞美埃及王强健膀臂的描述，因此在这里其实是要与之来对比。这里是宣告上主大能的膀臂将强过法老，他要伸出大能的手，将这一群受压迫的子民从法老手中赎回。现在中文译本把它翻译成拯救，但其实原文其实是赎回的意思。而这个赎回在旧约里面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内容，在旧约里面，救赎的人跟被赎回的人，他们需要有近亲关系，同时也需要准备赎价。所以有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我要跟你有关系，第二个条件是我要准备好。因此上主才会接着这样说，出埃及记第6章第7节，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一起来读。来，我要把你们当作我的子民，我也要做你们的上帝。当你们从埃及的奴役中获得自由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是你们的上帝。换句话说，上帝记得立约的时候他的承诺。虽然这个时候这一群人还是奴隶，他们还在哀哭叹息，他们甚至把上帝都忘了，但上主告诉他们，他已准备好一切，同时他也准备要来跟他们有关系，要用近亲的关系来赎回他们。出埃及记第6章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起读。来，我曾经应许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我一定要把你们带到那一块地，以那地作为你们的产业。我是上主。神学家从文学结构来看，整段话其实都一开始就是我是上主，作为前中后的宣告这段话。因此我是上主，就是上主要告诉那一些属他的百姓，过去他记得他所立的约，现在虽然你就像那个被遗忘的百姓，受尽了压迫折磨，甚至只能暗夜里面哭泣哀嚎，然而他都听见。
将来他举手起誓，那个原文很特别，因为神学家告诉我们说，那个字词是当时候，不要以为只有现在的人才会举手起誓，那时候就有人举手，用举手的方式在起誓誓言了，所以他是用那个字举手起誓说，我一定把你们带到应许之地，这要成为你们的产业。而在出埃及的过程中，你们会知道我是上主。所以神学家邱恩楚是这样认为，他说上主在整段话里面再三的说我是上主，就好像是盖一个章或现在的签字一样来做保证。这也就是说，这事必在他大能膀臂中来成就。出埃及记第6章第9节是这样说的，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起读来。摩西把这件事告诉以色列人，但是他们不听他的话，因为残酷的奴隶生活已经使他们丧志。这时候的以色列人，其实我相信就跟我们大多数的人一样，我们已经信你一次了哦，信你一次反而遭到更大的苦难、更大的压迫，你再告诉我们，他应许要来救我们、赎回我们，我怎么可能再信呢？所以摩西原以为上主的宣告应该为以色列百姓带来福音啊。但事实却非他想象中的发展，反而让整个情势变得更为险峻。因此，即使上主说我是上主，你将会看见，我将用大能的膀臂赎回你们。他不断的呼召摩西回去，但摩西是这样回答的：出埃及记第6章的第1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一起读来。连以色列人都不听我的话，国王会听我的吗？我是个不会讲话的人。所以换句话说，摩西继续用这个借口来拒绝上主的呼召，而叙事就停在这一段的对话里面。换言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时候的摩西看起来是最为垂头丧气的时候，因为他就照着上帝的话去宣告了，情势没有改变，反而更糟。然而上主始终的呼召他，为什么？上主重申了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在开头、中间跟结尾都慎重对他们说：“我是上主。”但以色列人听不见了，因为残酷的奴隶生活跟破碎的灵已经将他们仅有的相信摧毁殆尽。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往往就是上主子民信仰的路。因为接下去不止现在而已，接下去以色列人他们会持续的摇摆不定，又时时的充满疑惑。而如果要成为上主的子民，其实从头到尾只有一招啊，这里其实只教我们一招而已啦，就是要像摩西一样，不断的回到上主的面前。我们遇见了困境，我们就不断的回到上主的面前。我们在那里哭泣也好，我们在那里埋怨也罢，这才是持续走在这条信心之路的原因。波赫纳这位著名的牧师是这样说的，这个上个世纪人他已经过世了。他说，福音在成为好消息之前是坏消息。福音宣告什么？福音宣告人是一个罪人，人的心思邪恶，当他惶恐沮丧地望向镜子的时候，他说就看见自己至少8分是懦夫、骗子、邋遢鬼，这是悲剧。
但福音同时也宣告，他无论怎么样都是蒙爱的，获得了赦免，且被当作宝贝。固然人流着血，但有人为他流血，这是喜剧。如果这个邋遢鬼即便在自己的罪中蒙爱或赦免，但他罪的本质跟邋遢鬼的标记，正好就会不断的拒绝这份爱和赦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布尔纳牧师点出了一个事实：福音这个好消息要临到之前，是我们会明白将有奇妙的事临到，而这也是所有跑到那个粉红超跑底下叫下的人所祈求的拯救跟改变。如果我们这几天知道，就知道那个台湾话叫做嫩脚卡啦，钻教底。你知道这些人都在干嘛吗？这些人就是当那个马祖游行过的时候，他们就钻到那里面，他们透过这样在祈求啦。或许我们看这群人很傻啊，或许我们也觉得他们拜错了对象。是的，没有错，他们拜错了对象。但是呢，我不会轻蔑他们所做的，因为他们所做的跟我们所做的祷告是一样的道理，而且他们是真心的在那边祈求一个救赎。因此我不会，我会对他们的这个祈求，当一个人祈求的时候，我认为那是敬虔的，那是值得尊敬的。然而很可惜的是，如果人没有看见自己的败坏跟罪性，再奇妙的事临到，这个败坏跟罪性，再奇妙的事临到，在我们身上有时候也会变成悲剧。因此，我们应该就像撒该在爬树之前，他知道自己是个坏蛋，别人也这样认为，但他从树上面下来的时候，他愿意成为一个圣徒。而保罗出发前，他是个打手，他回来的时候，他甘愿为了基督成为傻子。所以，对这位自称为我是的上主，其实没有不可能的事，没有错。就好像我们敬拜团带我们所吟唱的，没有不可能的事。但没有不可能的事，要紧的是，如果我们还是那污秽的人，充满罪性的人，这奇妙的事临到，不过是外表的改变，我们内心没有真正改变。因此，我们需要相信这位宣称我是的主，知道并且知道照见我们的软弱跟罪性。因此，愿你我所得到的救赎不仅仅是一时的，而是永恒的真理。他要告诉我们，我是上主，我要救你们，我把你们当成我的子民，我也要做你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一起领受你的话语。主，帮助我们宣告，我们知道，我们透过敬拜、诗歌，我们透过祷告，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认识你。求主帮助我们照见自己的本相，并且知道要让这奇妙的事来临，需要我们生命里面真实的改变。求主的爱就临到我们，因为你看我们为宝贝，甚至在我们不认你的时候，你就看我们为宝贝。求主与我们同行同在，
赦免我们的罪。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